好来，乡亲啊，来看这个民调，台湾民众上界讨厌的政治人物，这个韩国瑜排第一，蔡英文是排第二。真趣味的是，正都是这两个民众上界讨厌的政治人物要出来选总统。因两个人即摆这个选总统的支持度如何呢？讲这个蔡英文是40.6%，韩国瑜是26.9%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选情需要冲线，因有46.6%的民众表示上讨厌政治人物就是韩国瑜，第二名是蔡总统，但是两个人相差24.8%。第三到第五名分别是苏议长、总统府秘书长陈菊，甲国民党主席吴敦义。韩国瑜昨天才说，讨厌蔡英文的就投给我。所以这个口号是有问题的哈。那倒过来，如果蔡英文也喊说讨厌韩国瑜的就投给我，这个就惨了。另外一份民调显示，在那里个对决情况，超过4成民众支持蔡总统，韩国瑜是2成7，差13.7%。那是蔡赖配甲韩朱配呢，分别是41.5%甲30.4%。他们的加分度啊，分别是3.5%跟0.9%。所以这两位副手看来都有加到分，朱立伦加分还多了一些。韩国瑜他其实目前他其实只剩下这个50到59岁这个年龄层，其实真的决战的是在这个无政党倾向的这一群人，中间选民可能是这次选举其实最大影响的一群人。2020大选，韩国瑜的民调持续输面，要对高雄市府进入总统府开拓中间选民的选票，恐惊是上要紧的。